用 USB 的呢 ，USB 的那种资料夹里面放26式。你看这个是汉书呢，班固汉书啊，还可以调整那个解析度，调整清晰度啊，是短距离的，1-2公尺左右的，照在墙壁上、天花板上。班固啊，班固高帝啊，汉高祖刘邦，班固做班固做汉书呀。